破刀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36集176条。水莫旋来旋去，不要把水柱喷来喷去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旋，旋招的旋啦哈。第二读作旋，第三字读作旋，溜掉叫旋哈。第四字读作悬，悬低的悬。177条，你加减添一寡钱，我加送你一项，就是你多少要加一点钱，然后我多送你一样，这是行销的技巧哈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加还是加哈，第二读作添还是添，第三字读作补，第四字读作关178条，你若搁加讲话，我就甲你拔喙，这是不好听的话。你如果再讲些有的没的，我就把你赶出去哈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雨，第二读作拔，第三字读作拔，第四字读作风。179条，全教室芳讲讲，原来今仔日阿庆老师抽芳水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泉，第二字秀，第三字喷，第四字厝。180条，查甫查某咧交往中间拢会晓心啦就是交往当中有时候会变心哈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晓晓摊，房仔变形木板变形叫晓摊。摊要怎摊，就是左边一个虫字旁，右边一个圣人的圣哈。第二读作晓第三读作晓，晓摆的晓，遐摆咱嘛会使讲遐摆。第四读作枭，枭雄的枭就是枭雄那个枭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